最近大家去中環或者尖沙咀，唔知有冇留意到一個現象，就係以前行過銀行門口，總會見到大排長龍，好多拖住行李箱嘅內地客等住入去開戶口。但係近期呢種墟冚嘅場面好似少咗好多，甚至乎金融圈最近瘋傳一個消息，話香港嘅銀行開始收緊，甚至暗中暫停內地人開戶，而想買港股、美股嘅內地投資者，仲要面臨極度嚴格嘅核准備案要求。到底呢啲傳聞係真定假？曾經靠北水養活大半個中環嘅金融界，今次到底流失咗幾多生意？而喺呢場資本管控嘅風暴之下，香港邊兩個行業將會成為下一個被重點整頓嘅目標？今日我哋就一齊嚟拆解呢個關係到香港金融命脈嘅大迷局。其實話香港銀行全面禁止內地人開戶呢個講法就太過誇張，亦都唔符合事實。但係如果你話開戶嘅門檻比以前高咗10倍、8倍，咁就絕對係業內公認嘅秘密。我哋將時間推前少少，喺2023年之前，內地客落嚟香港開個銀行戶口，只要手持港澳通行證、內地身份證同埋一張幾個月內嘅水電煤地址證明，基本上同大堂經理吹兩句水，買份細細地嘅理財產品，半個鐘之內就可以搞掂。但係踏入2023年下半年，甚至到咗2024年嘅今日，整個遊戲規則已經完全改變晒。依家一個普通嘅內地旅客想行入香港嘅主流銀行開戶，銀行職員第一句問嘅已經唔係你想存幾多錢，而係要求你提供極度詳細嘅開戶資金來源證明。你話你想投資港股，可以，請你出示內地嘅券商結單，證明你本身已經有豐富嘅投資經驗，仲要證明你帶過嚟香港嘅資金係已經合法合規咁完咗稅。你話你想做儲蓄，銀行就會問你，既然內地都有得儲蓄，點解非要山長水遠過嚟香港做？呢種被稱為認識你的客戶，即係金融界成日講嘅 KYC 審查，嚴格程度簡直令人咋舌。好多30幾歲、40幾歲，正值財富累積黃金期嘅內地中產，滿懷希望，帶住幾十萬準備落嚟香港做資產配置，結果就因為交唔出一份令合規部門滿意嘅文件，硬生生被銀行拒之門外。點解香港嘅銀行會無端端將自己嘅財神爺拒諸門外呢？講穿咗就係為咗自保。近年國際反洗黑錢嘅監管力度前所未有咁嚴厲，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如果喺反洗錢方面做得唔夠足，隨時會被國際金融組織制裁。同時，內地對於資金外流嘅管控亦都到達咗一個全新嘅高度。大家都知，內地每人每年只有5萬美金嘅外匯額度，而且明文規定呢，5萬美金係唔可以用嚟做境外買樓、買人壽保險或者買賣證券嘅。以前香港有啲銀行為咗跑數，對資金點樣落嚟香港會隻眼開隻眼閉，但係依家金管局同埋內地相關部門盯得非常緊。如果一間銀行被查出大量接收來歷不明嘅跨境資金，面臨嘅將會係天價嘅罰款，甚至會被吊銷牌照。喺風險同利潤之間，銀行高層好自然就選擇咗收緊門檻，寧願殺錯良民，都絕對唔放過任何一個有潛在違規風險嘅戶口。銀行開戶難過登天，咁原本已經開咗戶或者想透過券商直接炒港股美股嘅人，又面臨緊咩情況呢？呢個就係我想講嘅第二個重點，跨境炒股嘅核准備案風暴。喺2023年嘅年初，中國證監會正式出手，針對幾間喺美國上市嘅大型跨境互聯網券商，發出咗嚴厲嘅整改通知，明確指出未經批准，任何機構都唔能夠向境內投資者提供跨境證券買賣服務。呢一招可以話係直接打中咗整個互聯網券商行業嘅大動脈。根據新規定，內地投資者如果想透過香港或者海外券商買賣境外股票，必須要經過嚴格嘅備案程序。呢個備案唔係你填張表就搞掂，而係券商需要確保投資者嘅資金來源合法，並且符合國家外匯管理嘅規定。最致命嘅係，證監會落咗一道死命令，就係增量資金全面叫停，存量資金逐步規範。意思即係以前已經開咗戶嘅老客戶，暫時仲可以繼續炒，但係想再匯新錢出去就難上加難。而想新開戶嘅內地人，如果冇香港嘅銀行卡，又或者提供唔到海外資產證明，基本上係連開戶嘅資格都冇。呢個政策一出，香港嘅券商界真係哀鴻遍野。我有個喺中環做咗10幾年證券經紀嘅朋友，同我大吐苦水。佢話以前好景嗰陣，即係大約2020年到2021年嗰段時間，新經濟股排住隊喺香港上市，每日都有幾十甚至幾百個內地客透過微信佢開戶打新股。嗰陣時，佣金同埋孖展利息浸落，一個月閒閒地睇10幾20萬。但係自從2023年嚴打跨境炒股之後，佢嘅新客數量直線插水，跌咗超過90%。
佢話依家每日返到公司，最怕就係接到合規部嘅電話，要求佢去核實某個內地客嘅資金來源，或者要通知客戶補交一堆根本冇可能攞到嘅備案文件。好多行家頂唔順呢種壓力，加上生意暴跌，已經紛紛轉行，有啲去咗做保險，有啲甚至轉行揸網約車。業內人士估算，因為呢一波針對內地人開戶同埋買賣境外股票嘅監管收緊，香港券商流失嘅潛在交易額每年最少高達數以千億港元計。大家要明白，港股市場一直以嚟都非常依賴北水嘅支持，缺乏咗內地散戶呢股龐大嘅生力軍，港股嘅流動性自然會受到嚴重打擊。呢個亦都係點解大家見到港股成交量時不時會縮到得返幾百億嘅其中一個深層次原因。資本市場最怕嘅唔係跌，而係冇人參與，一潭死水。當內地資金出海嘅合法渠道被大幅度收窄，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嘅角色，無可避免咁會受到巨大考驗。分析到呢度，大家可能會問：阿爺點解要落咁重手？其實一切都離唔開宏觀經濟嘅大局。近年內地經濟面臨轉型期，房地產市場調整，地方債務問題，加上中美博弈帶來嘅外部壓力，保住外匯儲備，防止資金大規模無序外流，就成為咗國家經濟安全嘅重中之重。當經濟增長放緩，內部需要大量資金去刺激實體經濟同埋穩定 A 股市場嘅時候，監管部門自然唔會容許龐大嘅民間資本透過各種灰色渠道源源不絕咁流出境外去炒美股或者買外國資產。香港雖然係國家對外開放嘅窗口，但呢個窗口嘅大前提必須係喺國家宏觀調控嘅框架之內運作，絕對唔能夠成為走資嘅漏洞。既然銀行同券商已經被重點看管，資金總要出路，咁下一個會被嚴格監管，甚至可能面臨全面整頓嘅香港行業會係咩呢？金融圈內已經有強烈共識，香港嘅保險業同埋房地產市場極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被盯上嘅目標。先講保險業。喺銀行戶口難開、炒股受限嘅情況下，買香港嘅大額人壽保險同埋儲蓄分紅險，一直以嚟都被視為內地資金合法出境嘅其中一條大通道。香港嘅保險產品，特別係美元計價嘅保單，對內地中產同埋富裕階層有住極大嘅吸引力。一來可以對沖人民幣貶值嘅風險，二來香港保險嘅分紅回報通常比較可觀，三來可以作為資產隔離同埋財富傳承嘅工具。過去幾年，每逢長假期，海港城同埋各大保險公司嘅大樓都會擠滿千單嘅內地客，但係呢種繁榮背後其實暗藏極大嘅政策風險。雖然內地居民可以合法購買境外嘅意外險或者醫療險，但係對於帶有投資同埋儲蓄性質嘅分紅險，其實一直處於灰色地帶。早喺2016年，銀聯就已經對內地客用銀聯卡買香港保險設下咗每次碌卡上限5000美金嘅限制，當時一度引發排隊碌卡過百次嘅奇觀。而家隨着大數據同埋跨境資金監控技術嘅成熟，監管部門對於資金點樣透過地下錢莊或者虛假貿易流出香港買保險已經了如指掌。業內已經開始流傳，內地可能會進一步收緊外匯流向香港保險市場嘅通道，例如要求香港保險公司加強對內地投保人資金來源嘅反洗錢審查，又或者透過兩地監管機構嘅合作，對頻繁購買大額香港保單嘅個人進行稅務同埋資金合規性調查。如果呢啲措施一旦落實，對於極度依賴內地客嘅香港保險業嚟講，絕對係一個難以承受嘅打擊。好多保險經紀依家都係趁住政策仲未完全落閘，搏命叫啲客快啲過嚟簽單，因為大家都心知肚明，呢個水喉隨時都會被閂細，甚至閂停。第二個高危行業就係香港嘅房地產市場。2024年年初，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全面撤銷所有樓市辣招，即係俗稱嘅全面撤辣。呢個消息一出，即刻吸引咗大量內地買家湧入香港掃貨，由幾百萬嘅上車盤到幾千萬甚至過億嘅超級豪宅，都見到內地客嘅身影。對於香港發展商嚟講，呢個簡直係久旱逢甘露。但係由內地宏觀調控嘅角度去睇，大量內地資金湧入香港樓市，其實亦都係一種變相嘅資本外流。特別係當內地好多城市嘅樓市仲處於去庫存嘅艱難時期，阿爺肯定唔希望見到資金唔係留喺國內買樓撐市，而係跑落嚟香港托市。雖然目前內地仲未針對內地人買香港樓出台針對性嘅限制措施，但係暗湧已經出現。有專做豪宅買賣嘅地產代理透露，依家內地客買香港樓最大嘅難關唔係揀唔到心水單位，而係點樣將筆錢合法咁匯落嚟香港成交。
因為外匯管制極度嚴格，如果買家本身喺香港或者海外冇足夠嘅資金，想喺短時間之內從內地搬幾千萬出嚟，基本上係一件不可能嘅任務。如果透過地下錢莊，一旦被查獲，唔單止資金會被凍結沒收，仲要面臨嚴重的刑事責任。可以預見，如果未來一段時間內地資金流入香港樓市嘅規模大到觸碰咗監管紅線，相關部門一定會出手，例如嚴厲打擊協助資金出境嘅中介機構，或者要求香港金融機構對非本地居民嘅按揭貸款進行更嚴格嘅資金來源審查。到時香港樓市失去咗內地資金呢個大靠山，撤辣帶來嘅亢奮效應好快就會煙消雲散。總括嚟講，無論係銀行禁開戶、券商炒股要備案，定係未來可能面臨整頓嘅保險同埋地產行業，背後反映嘅都係一個不爭嘅事實。香港過去那種依靠制度差異，作為內地資金避風港或者走資中轉站嘅時代已經徹底終結。喺國家金融安全嘅大局之下，所有嘅跨境資金流動都必須陽光化、合規化。呢個轉變對於香港金融界嚟講，絕對係一個痛苦嘅陣痛期。過去幾十年，香港金融界習慣咗賺快錢，習慣咗內地客主動送錢上門嘅日子。依家遊戲規則變咗，以前嗰套依靠灰色地帶生存嘅商業模式已經行唔通。香港要繼續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嘅金漆招牌，就必須要升級轉型。一方面要配合國家嘅監管大方向，做好風險把關；另一方面亦都要真正發揮國際化嘅優勢，唔好淨係望住北水，而係要吸引來自中東、東南亞甚至全球嘅資金，去開拓真正嘅國際市場。陣痛雖然難捱，但亦都係一個擠破泡沫、回歸理性嘅過程。未來嘅香港金融界要求嘅將會係更專業嘅服務、更嚴格嘅合規標準，以及更具全球視野嘅資產配置能力。對於普通投資者嚟講，亦都應該認清形勢，放棄以往嗰種想走法律罅、博大霧嘅心態。只有喺合法合規嘅前提下進行投資同理財，財富先至可以得到真正嘅保障。未來的路雖然難行，但只要香港能夠養準自己喺國家新經濟戰略中嘅定位，相信依然可以喺風浪之中企穩陣腳，迎來下一個發展嘅黃金時期。